美国职篮 NBA 底特律活塞今晚在主场迎战曼菲斯灰熊，活塞在落后22分的情况下翻盘，中场以100比93击败灰熊，粉碎热火挤进季后赛美梦，将与黄蜂争夺最后一张季后赛门票。尽管拿下关键一胜，战绩40胜41负的活塞能否闯进季后赛东区8强仍是未知数。战绩39胜42负的夏洛特黄蜂大胜克里夫兰骑士，保住晋级生机，将与活塞竞争最后一席季后赛席次。两队明天将同日出赛，活塞对上纽约尼克，黄蜂则对上奥兰多魔术。在第二节落后多达22分的活塞上演绝地大反攻，在史密斯 Ish Smith 带领下起死回生。板凳出发的史密斯挹注22分，中锋德拉蒙 Andre Drummond 则贡献20分、17篮板。小将肯纳德 Luke Kennard 也砍下15分，同为逆转大功臣。灰熊方面，莱特 DeLon Wright 缴出15分、9篮板，卡波科诺 Bruno Caboclo 同样贡献15分。